足足消失咗3日。點解呢？其實我係唔想再以舊嗰個捱夜模式去撐住我日更。講真啦，之前每日都搞到4-5點先搞掂到條片，然後去瞓覺。我過往嗰10幾日其實已經足以證明，我若果想做，我絕對可以做到。我已經證明到俾自己睇，呢條創業路係好難，但係我願意不惜一切代價都繼續去拍，繼續去發。但係我再唔想以呢一個咁樣嘅模式，因為新一年我想做到嘅係早睡早起。雖然我失眠唔能夠控制到我幾時可以瞓得着，但係我想做到我控制到我幾時起身，控制到我每日嘅 schedule 唔會好似以前咁勁混亂，成個生活係亂晒大龍。我想自己可以重新控制翻自己嘅人生，想以呢一個 mode 去行我嚟緊呢條嘅創業路。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到慢慢調整，我會繼續加油，我會繼續去分享，大家一齊繼續努力。